熟悉的猪五花以日式照烧与炭烤手法搭配意式经典咖啡，替家常风味增添一丝优雅。连香滑炒蛋也淋上咖啡荷兰酱。更特别的是，这道以浓缩咖啡入汤头的蛋仔面，还有2道甜点都是以咖啡为元素。我们就把 espresso 的咖啡融入在这个里面，然后呈现出来。因为我听说台南人比较爱吃甜的，所以我就特别做一个台南人最喜欢的甜点。咖啡不管是可以搭餐，或者是甚至可以入菜，都可以带给台南基因的接下来的住客的消费者都能够享受一个料理加上咖啡的一个很多层次、很有趣的一个咖啡体验。看准近70%台湾消费者在早上有喝咖啡的习惯，品牌业者与星级主厨将咖啡融入咸食当中，希望咖啡不只是早餐的饮料，还可以结合各地菜肴。台南精英酒店也迎来11周年庆，这项计划不仅是品牌合作，更是一份献给家乡与旅客的贺礼。这样的相遇哈，我自己很喜欢，可能在料理里面，喜欢偷偷的加一些 whisky 啦，或者是 sake，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如果试着把咖啡融入菜肴或是甜点的话，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撞击。多元风味的咖啡胶囊融合在地小吃文化，每一道菜不仅能闻到烘焙、谷物与可可香，更巧妙展现咖啡料理的特殊风味。记者邱海棠的报道。